欢迎来到勾勾勾好吧，我是怡姐，我是敏华。怡姐，我最近好想要买项链，尤其像买这样的一个颈链，现在韩国超流行的，台湾呢最近也很流行哦。说到了项链，就是帕链。你刚刚提到的帕链就是项链，没有错哦。那么我最近很喜欢戴的就是颈链了。那么颈链跟帕链的差别其实就在长度而已哦。像是这种颈链比较短，那么我们提到的帕链呢就是比较长一些。现在当红的韩国明星，他们很喜欢戴这样子的颈链来搭配衣服哦。那么刚刚提到的明星就叫做明星，明星就是明星了。因为我觉得韩国的明星他们戴在身上台湾很多的迷哥迷姐呢就会跟风，所以呢。不止韩国流行，台湾现在也很流行，再加上韩剧呢，很多的明星呢都戴在身上哦，所以呢也让颈链在台湾呢成了不可或缺的单品哦。说到了戴就是呆。呆就是戴的意思，不过要带出时尚、带出品味，得要多下一番功夫去研究一下。今天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就是明星戴项链很好看。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明星戴帕链懂好看，明星戴帕链懂好看。今天勾勾跟哈发呢，就带您跟一下时尚喽。Hello， 敏华，衣服换好了吗？换好了。好，我看一下哦。哦，你这件洋装很好看哎，可是我觉得脖子的地方好像有点空空的哎，我建议戴个项链会更好看哦。好啊，我也觉得应该要戴一条帕链。好啊，那我去挑几条帕链来试看看。敏华，我觉得这一条蛮适合你的哎，戴起来很适合今天你的装扮。我觉得蛮好看的。不过怡君姐，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看到韩国的明星他们好像戴了一种颈链，我觉得最近也很流行哎。对啊，最近的颈链非常流行，我也想说去找一些流行好看的颈链来给你们配看看。我觉得不管是帕链或者是颈链都好美哦。对呀，我觉得只要搭对衣服呢，就很时尚哦。所以今天呢，这些时尚的客家话赶紧要告诉你喽。首先呢，就要教给你项链，项链就是帕链，帕链就是项链了。而刚刚提到了明星呢，戴项链真的很时尚哦。明星就是明星。明星不管是戴项链或者是颈链都很好看哦。戴就是呆，戴就是呆，没错。今天要帮大家复习一整句话呢，就是明星戴项链很好看。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明星戴帕链懂好看，明星戴帕链懂好看。今天勾勾公哈发带您跟流行一块来选选看漂亮的项链还有颈链。我们下次见。